加上那孩子补习班的钱。我凡文艺考的那个补习班我还没算进去呢，然后房贷12000跑不了吧？当时是怎么想的？这租房子出来了，那边交着房贷，啊，交着物业费，那么大一房子堆东西使。早知道这房子当时应该租出去。怎么租啊？当时不是看了吗？短期的不好租，又那么大，是不是？还有这宋倩的1万房租是跑不了的啊！咱真行，那边交着房贷，这边交着房租，啊，这是高消费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月是不是小4万出去了？3万7。哎呀，你说我也是。刚一琢磨，我说我之前买那么多包啊、衣服啊、首饰，我真有病。早知道这样不买了。你当时买的时候我就觉得行吧，你买吧，该买还是买呀。哎呦，真是我头疼啊！哎，对了，我之前在平安这个买过保险，我记得上面有一 APP。这么晚了，几点了？你还给人平安的人都下班了吧？我看一下这个 APP 啊，24小时在线的。等会儿啊，我给他发一个信息，我问一下。等一下，哟，不行，保单贷款最多贷20万。别贷款了，本来这有房贷，你再贷款还有利息呢。大哥，这样，嘘，小点声。我问问乔卫东，去到哪儿？一天到晚吹牛，说他是亿万富翁，我给他一证明他有钱的机会呗。这到年底了，谁有那么多钱一下拿出80万？再好的朋友你也别给人添这个麻烦。那你说宋倩我都不知道这个口，算了，咱自己给自己解决。哎呦，看看怎么办呢？这我妈怎么想的？一天到晚在那吹牛啊！其实我之前想过一个办法，哎，你听一听哈。我说要不然的话，咱们就把北边那个大3居给卖了吧。卖房子啊？你别开玩笑，我不同意。我没开玩笑，北边那个房子180平米，虽然现在房价稍微降了一点，6万多，啊，就算它6万吧，咱们这样卖出去的话，能到手应该是1000多万吧，啊，就算1000吧，1000的话还了这个房贷，咱们还有400万，活生生现金流啊！不是，什么活生生现金流啊？你现在你这么想，你把房子给卖了，卖了之后等这个俩孩子啊考上大学了，咱俩怎么着？咱俩住哪儿？还住书家院呀？咱俩上哪儿住去呀？租房不能住啊！以前不就租房住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等将来经济条件好了再找嘛。一年租房也就20万，能租20年呢。你怎么算的账啊？你怎么啊？那房租永远不带涨的，你的钱400万搁银行里，跟着房租能一块涨上去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明年房租还是20万，后年是20万，当年房租北京房租才多少钱？2万块钱能租1年。我知道，我这打个比方。所以这不可能，你现在这我听明白，你就是怎么呢？就是用这房子的这个降级，大房子换小房子，小房子换租房子，换来咱消费升级。你这坐吃山空，这我不支持。当年咱买的房子好。省吃俭用那么辛苦，现在突然房子卖了，我不同意。你不要提当年了，提当年有什么用？当年那些那叫沉没成本。你提现在，你说你现在这个状况，你还死乞白赖的非要买房，攒钱买房干嘛呢？这房价这么贵，还这么多人买，你看人老外，人一辈子就住租来的房子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老外是中国人吗？啊，老外这中国有中国的国情，咱们有自己的特色，对不对？老外能跟咱比吗？外国人有那么重视家庭吗？哪有咱们这么强的家庭观念？外国人，美国那房子都是次贷危机，那资本主义都是骗人的。那咱这不一样，咱现在国泰民安，谁不想买个房子？中国人这辈子就想这事儿，片网遮身，对不对？遮风避雨。你没房子怎么生活？我们这一辈子就忙仨事儿：孩子、房子、票子，忙活一辈子。说的是。你说当初我们买那套房子不就为防一帆吗？是吧？当初买房子咱为孩子，现在卖房子为老人。行了，咱都赶上啊，不吃亏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方圆儿，我父母不在了，就你父母在了，你想因为这个事儿把他们急死啊？不可能啊！那你听我说，现在他们是最需要我们抻把手的时候，咱不能袖手旁观不管他们啊！除非你告诉我还有更好的方法，除非你说，你能说出来我听你的，要你说不出来就听我的。这届老人不行，赶紧换届。哎呀，好了。赶紧换，咱们别老。我老了肯定不像我妈那样，什么搞传销去。我干点别的。对，你说下棋啊，遛遛鸟，玩玩虫，公园溜溜弯，打打太极拳，干什么不行？搞传销，
这怎么想的呀？能发邪财吗？他们也是为了能多挣一点，挣什么上钱呀？当的嘛有挣什么？啊，骂归骂，但是该买房还得买房啊。我也想过了，等这个方一凡和磊儿一上大学，我肯定不会在家闲着，我出去挣钱去，什么工作我都能做，反正我有真本事，我不怕啊。不行，我干助理，只要能往家里进钱，咱们一家4口最重要的是平平安安都在一起，好吧，都能解决的。表哥，别难过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就躺着睡。学生课外家教指南。磊儿，你看啊，这个做家教肯定是挣钱。嗨，学生家教100%，在线咨询。1小时200，你们想多少？1小时300，最少1万的收入。磊儿，搞定了！什么呀？你找到什么了？你看，轻松月入过万。啊？这什么呀？赚这么多一个月？哎，这我都帮你咨询过了，这个就是家教，跟你辅导王一迪是一个概念，形式上的都一样，就是你去别人家给人家辅导功课。不过呢，这个赚的更多。你看这个呢，1个小时是300块钱，一个月最少是1万。以前你给王一迪辅导，顶多算个临时工，这个算正式工，就相当于你是一个工作，你有工资拿的。哦，但是表哥，这要到别人家里面上课，陌生人不会什么人贩子、坏人是之类的吧？哎，不会，我都帮你研究好了，我陪你一起，咱们只要一入会，他们呢会给咱们分配不同的学科，你辅导高中，我呢就辅导初中，咱们只要入了会啊，后天就能给咱们派单子，然后咱们开始正式接单上课了啊。后天啊，后天就上课，这么快我都没准备好呢。你不需要紧张，因为你都给那个王一迪辅导那么多次了，你也不需要特意准备什么啊。我给你算算，你看啊，咱们现在是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、3月，一个月一人1万，3月就是6万块。5月咱不行，因为咱们要准备考试。6月咱们要考试，7月、8月再加上2月，整体下来差不多是10万块钱，就相当于咱们4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全有了。10万块钱啊，表哥，这太多了，你这一算，我觉得真挺值的。对，你想想啊，咱们一兜揣1万块钱都溢出来。是啊，行，那就这么着吧。行，太好了，太值了。对，好，走吧。哎，磊儿，你说，咱们要是能赚那么多钱，爸妈就能轻松多了，对吧？是啊，小易肯定会开心的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哎，行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哎，这么大呀，这也扣不上啊。啊，裤子大呀。啊，表哥，你看我这不就掉不了了吗？磊儿，你这也太土了吧？你这样，把这个对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扣还是得扣上，为什么呢？一啊，你得把这个挡上，要不然穿帮了呢。2也不好看。你看这西服呢，虽然大了点，而且袖子也那么长，不过啊，看着还挺帅的。我第一回穿西装。哎呀，
这次时间紧任务重，没时间给你弄啊，咱就将就点，因为我爸最近发福呢。你看这打这么多，咱赚着钱，我给你定制一个。啊、真的太好了，这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不，来，你看，哦，这塞上。这好了还脸上聪明。哎，我们趁着我妈没回来，咱们赶紧悄悄的出去，悄悄的打枪的不要啊。对。表哥，我们怎么跟小姨交代啊？这好办。喂妈，我和俩人要去趟学校的图书馆自习一会儿啊，然后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。搞定，走。一会儿你就听我指示啊。躲起来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陈航他妈，不行，咱家长会见的。这走了吧？走了。你没看吗？那是咱们学校老师。走了。哎呀，你说咱们创业多不容易啊！经过998遇难，咱们还得到处躲人，这不亏心事儿似的。今天太冷了，你也不让我穿羽绒服。哎呀，你忍吧。怎么了？你他妈在后面。这，那个我中外国人，你中空姐啊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眼神一定要给。인터넷 진짜 이뻐요. 这中介穿这么少，这人家不外国人吗？他们又不怕冷，出去吧。是李老师、包老师吧？哎呀，快，请进！终于等到你们了。哎呦，我穿这么少，你们啊，不用换，这进去。不，鞋还是得换。哎，你看你们穿这么少，冻坏了吧？那个我们习惯了，没事啊。快，请进。没事，哎，进。哎呦，快，先喝点热水，暖和。是。来。看暖和，看你们冻的，你看。这陈老师啊，把你们的那个照片都发给我了，还有你们的情况，他也都跟我们介绍了，对你们评价特别高。那个阿姨，你给我们介绍这位同学的这个基本情况，好吧？哦，我闺女琪琪，这不是明年就中考了吗？这初一、初二的时候啊，学习成绩一直还挺好的，这一上了初三呢，一下子有点跟不上了，尤其是理科那几门，这不是快到期末了吗？我想着这得给补一补啊，是不是？是，阿姨，不过这点你放心啊，我们俩这每一科都特别擅长，尤其是他，每次都是年级第一。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哎，你们是哪个中学毕业的呀？我初中、高中都是春风中学的。哦，春风中学啊。春风中学好啊，那是区重点呀。我闺女现在也在区重点。哎呦，我现在呀，看着她整天的复习啊、备考啊，真的特别累，特别的辛苦。我呀，真的特别心疼，但是我也帮不上忙啊。你看你们总算是熬出头了。不，哪熬出头啊？哎，你看看啊，初三完了还有高三呢，真正到了大学才真算熬出头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我们抓紧时间上课吧，好吧？好，来，那我女儿在里边呢，来跟我来，在屋里呢。来。哎，罗导演，你好，元哥，你好。哎，元哥，问您一下，您今天有空吗？啊，怎么着？有空您说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上次您那个音配完之后啊，我们经过混录之后，效果特别好，导演特别满意，真的。我今天这边呢又有一个活，但是呢这个活啊词儿比较多，估计得到晚上，但是钱也多点儿，2000块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我这边就跟导演定了啊。有空，我完全有空。别说上次我拍完之后，我这心里直痒痒，一直惦记着呢。
行，我有空。好嘞，元哥，您真爽快。哎，老地方，我在这儿等着您。哦，行，现在是吧？那行，我现在过来啊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刚给我打电话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电话一直占线，你开车还打电话啊？没有，就是上次我配音那个导演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个配音的活让我过去。真的？哎，那什么时候让你去啊？现在。那行，你自己注意点，别太累了，别像上次一样把嗓子又喊劈了啊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方法，这回啊，我先去买一金猴子嗓宝，先含上。哎，你打电话找我干嘛？我就是问你，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？你要回来吃饭，我就给你做；你要不回来吃饭，我就晚会儿，等你快回来之前，我再给你做。我这估计得配到晚上了，饭我就不吃了，你给我剩点，我回来也许吃口宵夜，好吧？哦，我知道啊，我挂了啊，拜拜。800标兵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并排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。喂，小吕，我是童姐。姐您好。哎，我问你一下，我那房子你给我挂到网上去了吗？我已经把您的房子挂在安居客上了，房源信息的真实性都在网上做了认证，相信很快就会卖出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应该的。媳妇儿，哎，我刚刚看，我看见那帮孩子都围在那儿，楼底下，是不是？那个跳楼那孩子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下午在医院。那孩子没了。早上是不是说没什么大事儿，脱离了这个生命危险，正抢救呢吗？这种事情不知道。看一眼去。英子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我们想下楼悼念丁一，很快就回来。现在吗？那你多穿点啊。来，
这一病，这孩子呀，真是长大了不少。是。你说人生这一辈子，除了生死，还有什么大事？现在你好好治病，我和儿子陪着你，咱们一家3口啊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啊。说实话吧，现在我生病，我也想到死亡这个事儿，所以我多多少少能理解那孩子一点。人痛苦到了一定程度，生死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。刘经理答应我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你都说出来，别憋着。我没事儿，我只要想到你，想到洋洋，就觉得什么事儿都可以过去。记得前一段我去参加我同学那葬礼嘛，我就看见我那同学啊躺在那儿，我满脑子都是我们在学校宿舍时候的画面，就他躺在我上铺的样子。我就在想，你说这怎么突然就到了要送同学走参加葬礼的年纪了？这45岁我马上就46了。这大半辈子过完了，还是最好的半辈子。日子过得真快，说没就没。媳妇儿，咱们俩碰上了，有了方一凡，还有蕾蕾，这都是缘分。咱们一家人在一起要好好的，要珍惜这缘分。别到哪一天，谁要是没了，再翻过去后悔，就什么都晚了。你说咱们跟这个孩子也不认识，只是听说了他的名字，之前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他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陌生人一样，可为什么他走了，我们这么难过？啊？爸妈，你们站着干嘛呢？啊，我们刚才看见你们在外面点蜡烛，我跟你爸也为丁一默哀了几分钟。啊，哎，妈，您别站那儿，外面太冷了，你得注意身体，这样得小心。洋洋，妈妈想问一下，之前丁一不是在你的房间找过东西吗？现在他又出了这个事儿，你会不会觉得？妈，我不迷信这个，我就挺为他可惜的。生命太珍贵了，我觉得无论碰上多困难的事儿，都不能轻易选择放弃生命。洋洋真的长大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您的儿子跟您一样坚强的很呢。说实话，我真挺想知道，丁他到底是碰了什么样的难事儿，才会选择轻生的。妈妈也一直想这个问题呢。之前我跟你爸还到你那屋的墙上去找过他之前留下的几个字儿呢。什么字儿？我真不想这几个字儿，但是后面的就看不清楚了，都撕掉了。要不然再去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找点别的。那我跟你哎，别找了，别想这些了，伤神。可是我觉得这孩子是有话没说完，我还是想去找找，不然我这心里老是放不下。那好，我陪着你们。嗯。好。
洋洋，之前丁一不是把你的东西都翻乱过吗？主要是在哪一块？书架和书柜，这不都是之前都在的吗？应该都是他用过的。我记得。哎，妈，您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之前好像丁一在这留过几本书，好像就这几本，好像是丁一留下来的。是吗？啊，我有印象了，之前就放在这个书架上，我一看是工具书，我就没丢掉。快找找。哎，找找，说不定留下什么在这里面。这些都是丁一的书呀。哎，快看，这有一幅画。哇，好恐怖啊！这写的什么呀？我来。我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，面对的是爸爸妈妈愉快的笑脸，面对的是老师轻松的问候，面对的是同学们在高三之前，甚至是初三之前，甚至是在初三之前，那种天真而简单，甚至是在幼儿园的时候，那种天真而简单的眼神。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长不大，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很快的长大，我说不定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，可以让他们过得轻松还有愉快，可以让他们不要像我这么累，可以往更远的地方飞。如果能有机会和我爸爸妈妈说这些话，该多好啊！今天是我失眠的第10天。1月6号凌晨。丁一死了，
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肯定会和朋友们一起八卦，觉得死是一件对自己特别不负责任的事情。可是现在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怎么了，但我就是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是丁一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快走，当时可以多观察观察他，多发现一点什么的话，我哪怕是跟他聊聊天儿，安慰安慰他，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怎么了，我就是觉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快乐起来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意义。我每天都在失眠，我整宿的睡不着觉。我每天晚上都想哭，不光是晚上，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哭。但是我要忍着，我忍不住。我现在就觉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的精力都在被消耗，我已经快没电了。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控制我自己的情绪，可是我又控制不住它。原来你从来都不开心呢。原来开心的是我们呢。真蠢。要是我能早点发现该多好。我忘了我之前是在那本书上看到一句话，上面就写着 Life is unfair. Kill yourself or get over it. 我不知道现在丁一有没有解脱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解脱。
今天的考试就到这里，同学们休息吧。哎，磊儿，你最后一题选的啥？最后一题我选的 C。C 为什么选 C 啊？这个没为什么呀，它是相斥事件，不是交事件。那算了，我给你。哎，你看英子，怎么了？他考完就趴在那儿了，别打扰他了。最近英子怎么了？我估计是还没从丁丁跳楼那件事情里面走出来。同学们，安静一下，来，这没回来的，赶紧都回来吧。马上就要放假了啊，有几件事跟大家说一下，来，都坐好吧。来，坐好，快。前段时间呢，发生了一件令人很痛心的事儿，就是我们学校呢，隔壁小区有一个去年考试的学生跳楼去世了，我们都非常难过。本来呢，我是不想把这事儿拿到班上来说，但是我们班同学呢，有很多都住在书香雅苑那个小区，也都听说了。所以我还是决定在班上跟大家都讲清楚、讲明白。高考确实是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关，但是和生命相比，它什么都不是。我不是给大家撤火啊。如果你们今年没有考上大学，那还有明年呢，还有后年呢。如果考不上好的大学，那还可以考研究生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种改变命运的方式，啊，千万不要选择最极端的那一种。寒假期间啊，学校呢专门安排了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。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，过不去的事儿啊，都可以来学校跟他们交流，跟他们沟通。有的同学家住得远的，不方便来学校的，也可以打电话咨询。一会儿呢，我就把这个安排表啊给大家发下去啊。还有一件事儿呢，就是学校将取消春节前所有的补课啊！真的？有什么好高兴的呀？到时候考不好、考不上，不还得复读吗？多烦呐！对吧，方一凡？是，老师说的对。哦，对了，你是艺考，哎，但是我听说了啊，今年艺考的文化分数线也提高了啊。啊？真的啊？英子，小青阿姨，英子，怎么看上去那么累呀？是不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，睡不好觉啊？最近压力是有点大，睡不太着觉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是阿姨在网上特意查的网红视频，今天阿姨特意去买的，尝尝吧。吃点甜品能减缓一下压力。谢谢阿姨，快吃吧。对了，英子，阿姨还有个礼物要给你呢。你看，这是阿姨给你挑的围巾，还有帽子，毛茸茸的。阿姨觉得你戴上一定会特别好看，你要不要试试？阿姨选了一下，就觉得这个牌子适合你。
跟白雪公主似的。喜欢吗？谢谢阿姨，你真好。